中上環德輔道中161至167號。大家好，我係中原地產嘅歐建華 L 包，今日同大家嚟睇一個位於中環嘅電車路嘅香港貿易中心嘅一個低層租盤，請大家睇睇。物業位於上環核心金融街道，極致嘅優惠租金，可以進駐核心嘅黃金地段。國際知名嘅中環中心就喺對面，可以提升企業公司跨國性嘅形象，實現品牌及檔次嘅跨越。旺角佐敦嘅價位，極具戰略性嘅降維打擊。單位全裝修設計，即租即用，優質嘅金融機構及玻璃房設計，全層面積約3490尺。獨立冷氣方便運作，設有來去水、數據儲存室、獨立空間。